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相通马街》，我是刘佩珍。今天现场有请到一位非常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何来明先生。何先生，各位新老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何来明。今天在一个现场要来谈嘅两本书是何来明先生的大作《台湾客家政治风云录》啦哈。过去一般人有一个印象讲客家人挺保守啊，不过事实上看咧何先生的书就提讲，客家人在台湾的政治事实上有参与非常非常多。好像按同一本32万字的书何先生想要大家分享一样办法开始有一个经验，对新闻工作开始来写客家相关的政治人物。因为今年做记者都是40年，我民国60年做记者，因为我都去个客家人，有到客家庄但我都没有离演做23年，所以对客家十分了解。知道台湾的政治当然当时的威权之政，家长讲先统治台湾人，后来人同客家人都冇 TV 但係幾年以後呢，知道客家人的 TV 越來越弱啦尤其從80年來的歷史地位，當到客家人甚至轟烈烈的事件教科書也冇，一般的歷史上也冇講到。講青年當中啦，就講也咁唔真正講天然嘅以為嘅之戰噶個抵抗日本人前幾個地方都係客家莊像同新竹嘅江秀柱苗栗嘅池上梧桐縣都有嘅家嘅乜嘅屏東嘅小家全部都係客家人嘅但係客家人抗議嘅事情冇乜有報道所以我是因為講喺台灣咧也一般嘅政治書每日同好多人嘅觀點都同外省人嘅觀點來寫是因為講客家人身為客家台灣嘅天意太族群當然從客家史觀來寫一本安尼的歷史所以我就大概花了有2年的時間我就寫下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我就從日本時代寫到2016年的總統大選結束我想你講呢一趟我蠻有感觸因為我過去我是到太學地都搞台灣史做太學講史的時間像你睇講到太嘅歷史的寫法挺少有族群的觀點偏偏係挺少寫到客家人不過事實上我再看比方講你睇講到日本時代農民組合農民組合對你看佢全台灣分佈的所在有嗰種抗爭事件大體都客家莊嘅比例超過1半以上不過過去都還冇注意到呢一點啦那一點如果因為把一行到兩下大家對客家人印象中政治上很保守看歷史並唔係看唔係故說我想呢就屬於TPA 價值做出來為好像你用一個非常特殊的觀點來談台灣嘅政治我用客家觀點來看我一個人我研究人種嘅人華人佢特別想研究太平天國因為太平天國的主要領袖做客家人客家人講客家人親保守但是客家人沒親前進客家人拜阿公婆從中進駐你講安尼慎終追遠就親強但是客家人沒親到入教呢太平天國啦咁就祖先牌得撇咧咩太平天國咩所以我一個人因為要研究中國歷史、華人歷史，因為客家一塊做唔得表態，都喺台灣沒同樣，他係講喺台灣人保守，我講用我保守咯，我講忙有幾年以前，台灣的黨外政治，逼台灣中立事件，許信良做院長，黨外大派嘅革命黨嘅，南部呢，1981年修煉費，未同樣黨外大派地方嘅派呢，革命黨所以講客家人保守，全台咩冇保守呢？南北清城是黨外政治嘅客家莊客家人嘅北部嘅許信良，南部嘅修煉費，所以客家人唔係想按保守。何先生你嘅講到有客前進的兩個講怕觀眾朋友，我以下無法中意都要參考。我先聊老太家補充說明一下啦他講到黨外這個特殊的字眼在台灣還蠻有政黨政治，還中的主動之前。
但像注意到革命党一党脱胎的时间，革命党脱胎之外嘅全部人都党外啦，等于讲这个两是反对嘅力量。啊，这段历史呢，对早期嘅党外也好，还是讲到后来咧开始讲朝向一个政党政治，他讲伊在几只关键都有扮演一重要嘅角色哈。譬如話好像提到一個桃園嘅重大事件，要提到南浦嘛，我想其他所在還有非常多，係咪就好像就針對你一隻哎樣幾十年幾隻嘅經驗嗬，先略略太快分析，太要描寫一下客家莊嘅政治生態，你都能看到嘅樣相嘅樣板。因為我做記者已經40年嘛，哈，從前我也關心客家。喺假使我用目前的情況來講，我從北到南來講客家莊，哈，桃園縣呢，因為桃園縣北閩南客，哈，因為南部六鄉鎮的客家人，嘅北的六鄉鎮的河洛，所以以前呢河洛人、客家人輪流執政，哦，也係一個桃園。新竹啊，新竹叫做廈門派內哦。新竹雖然講有東戲派、西戲派哦，但是重慶嘅係有人講新竹啊，重慶太過於政黨哦。苗栗都有流亡兩派，因為苗栗咪貼喺縣長嫌疑嘅係黃允劍哦，同佢流發出來支持劉天國邊哦，所以變苗栗都有流亡兩派。那個台中縣呢就有黑派同有紅派哦，嘅黑派呢。做也陳剛健嘛，客家人嘅，也做過縣長哦，也都講客家莊。南部來講哦，因為高雄縣也變得高雄市哦，因為客家人是很少，所以客家人嘛做過縣長。但是說嘅萬人嘅嘅屏東縣呢，沒有兩派，有啲壯派，有啲林派。壯派都嘅以前的張豐禧嘅就壯派哈，嘅客家有傑出嘅真正人物，我哋小臉皮。以前叫咩壯派，但係佢體制嘅黨外縣長，嗬，後邊佢都脫黨嗬，叫大派啊，革命黨提名嘅林派，所以變咗黨外嘅縣長。咁另外台東呢沒有兩派，台東以前用吳派同有黃派，吳派都吳金玉哦，也黃派都黃拓勇，第一屆、第二屆吳金玉，第三屆、第四屆黃拓勇，但是第四屆以後呢，全部嘅客家人就冇做縣長呢，一直到今年的選舉，因牛引起冇人牛青年啊當選，又變咗客家人做縣長，也都台東縣，花蓮縣呢咪仲有民客論政，河洛人做生意人㗎，客家人就做縣長，客家人做縣長㗎，河洛人就做生意人，但係很多人也冇共用，很多人也共用政黨政治，也都傅昆萁做也係揾日本人嘅當選，就太弱嘅規則係台灣嘅客家莊嘅生態目前係咁嘅。就講伊嘅太族群底下，實際客家人係呢一度，或者政治當中也是有表現。有這個客家人早期派對，但係目前也派對慢慢也淡化的咧。那當然係地方政治嘅生態嘅部分啦。來到幾隻台灣歷史來講，聽提到幾隻特殊嘅名詞嘛，黨外政黨政治，所以說台灣行到經過政黨政治，要經過一條好漫長嘅過程哦。要過程中要有很多階段都有關鍵性嘅客家人。係咪好想要對老大家分享一下？像我講嘅關鍵性嘅客家人物，像我提過一張人物就講，當時中國大陸啊，嗬，冇想到安家會跌停。講1949年會跌停。嗰度說外省人下來200萬嘅客家，咩200萬外省人哦。嗰度是講有，嗰所有中央全部都外省人嘅狀況啊。有個軍方也中央，嗰個5縣政府縣長嘅全部都外省人咩？但是講。你總結上面做唔得個，一樣就本台灣人服咩嗬？加做提拍一隻客家人親身做太講咧，一隻叫做黃國書。以前立法院院長叫白普人，但是黃國書喺上也沒有黃國書哦，佢改名文章哦，佢像葉，我哋葉燕生，叫燕係三百貨，生命的葉燕生。他講我想奇怪咧。人家太宗府冇改名改姓啊！我要我都覺得黃國書連鄉都改得咯，佢有啲歷史原因嘅。因為黃國書係啥人？細細都是一發挑嘅人，有愛國嘅人。細細家夾爸嚇，家做村長，佢北部人，
假爸假時日本時都有豐共咩？有人假爸講要係豐共，假佢托淡水仲好，佢豐共假可能乜日本警察欺負佢啊嘛，結果跟日本警察被打，佢打日本警察以後政府卡抗假都同假婆不平嘅，都佢都抗面上下同假婆講，打日本人要來家，都成個人。身體當唔滿意，兩家吵吵鬧鬧，結果啲警察捉有家婆都講，我都身體，我都要死樣啊！人家都買兩家吵嗌嘛，結果日本警察就自然後退咗走嘅。但是有啲黃結樹呢，加人哋入邊食，佢當勇氣，要走過去講，冇查係捱打，喺日本人先撩捱台灣人，先欺負捱台灣人，結果呢，喺邊呢黃結樹呢？雖然冇事，但係日本啲警方要前科，嗰件衣美國佢都貪水仲會拖埋嘢，佢都退學，佢想喺中國大陸發展。假如按多都讀到張家沙，張家沙佢講一下嘅加油難呵，一讀文學教下呵，冇讀按文學教呵。啲黃嘅樹講，梗係因為讀文學教，讀哪係讀咯？佢讀硬唔教啊！日本史講學教啊，結果我讀得咯，因為我台灣人咧本日本殖民統治咩，台灣人讀唔得咩，講話要前科啊，用讀咯。結果唔得嘛難咯，怪名萬鄉做啊，怪馬個鄉咯，結果哎呀全部。皇帝的子孫咩？哦，這怪相王啊，冇嘅松樹，黃嘅樹啊，這黃嘅就真的怪名萬鄉，怪不得黃嘅樹做這位日本流花。哇，你種暗秘辛嘅故事。佢轉來以後呢，佢提名並入轉來台灣，轉來台灣18個當充用佢，派佢要學德國，派佢要留過法國，佢變得炮兵的專家，所以佢都台灣家，佢都做咗總將，咁台灣人都台灣做總將蠻簡單，但係都廣府嘅，廣府嘅。我先講到呢邊是聊先停一下哈，基本上大家好像講嘅歷史當中講。搬山啊，就講在日本時代就有中國經驗，嗰種來發展嘅。啊，一黃國書嘅故事，搬山，等下下一段節目我詳細來講，先也可以哈。好。我想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天現場有想到嘅資深嘅新聞工作者，何來明先生老人大家談下家嘅政治生態哈。他講到歷史上個幾個特殊嘅階段，有特殊嘅名詞啦哈。所謂搬山，就講客人關係很我是阿山咧，一般阿山咧，長山人哈。對。但係台灣人在日本時代走去中國，有中國經驗，佢轉到台灣來嘅，都落去。很多搬山啊，頭下講到係特殊嘅人物，很多黃國書，唔過頭下好像有提到日本鄉，係鄉野，係因為對抗日本人將改名，佢後搬到佢轉來之後，後來嘅發展。後來就從台灣光復以後就縣立法委員嘛，立法委員加台灣先辦嘅，佢第3名當選，所以而家佢都做立法委員。但係你冇想到案件啊，睇到得國共內戰就輸得嚟咩？就轉來睇到都撤退了台灣，台灣加28都看到也黃國書就想，哎呦，5月政府院長，全部外省人，台灣人唔服啊，嗬，仲有有張台灣人咩？佢都講黃國書，安尼好冇，先嚟做我立法院的副院長，結果冇機會就做院長了，所以你變成5月院長就有台灣人了，所以也可能講喺台灣人做青態，也咁嘅客家人，好咯，嗰兩邊咧黃國書都一直做好多年嘅立法院長，但是家呢，民國60年家，蔣介石身體唔好，家呢蔣介石都動手出公開發通嘅，家本來是但係代表蔣介石出來，家總統府嘅秘書長莊群啊，有年咧美國嘅結親啊，莊群也要來，黃國書也要來，結果呢，聽講呢，美國大使館呢，首席嘅 V 啊，同黃國書坐啊，咩莊群坐。結果謠言都傳出講，美國可能會28過身以後，會栽培台灣人做總統，也提點法治就來啦，提法治家做到蔣經國做到接班，叫做行政院長，也有人同蔣經國講，哎呀，當時做行政院長當我昨天嘅台灣人安尼問題就好，也一種說講法啦，結果呢？
另外一個講法都有呢，係因為王國書呢，佢開啊吉廣人壽保險公司，佢拉係做總經理，佢本人係做董事長，談講財務有問題，要掏空公款樣嘅，也有一種說法，有人講政治打壓啦，結果家都談講有談判，談判都講，王國書你法院都辭退。所以他陽春嗰啲法院，特別佢是萬年嘅飛咩，唔是啲嘅唔是過去咩啊？人來呢要驗即係海外，結果喺邊度人來有夜課，人來我哋夜課喎，入客服課，窩課咯喎，你哋講入王嘅數據一鬧日本人，所以佢流亡日本，但係人來我哋夜課喎，喺邊夜課喎呢？佢就流亡海外，一直都係有呢。有前幾年呢，可能聯合報頭一邊報頭，咁就10年前左右，葉克窩轉台灣嘅，已超過25年的追溯年限啊，結果佢轉台灣到台北市柯南街啊，同埋一隻啱嘅模樣，用下係，也故事又在邊爆發出來哈，這個呢王國書呢，佢啲發現咗冇作家，甚至不安咩，冇幾年就過身咧。嗰王國書嘅親家蠻人嘛，係一副客家人，外省客，年輕總司令羅友倫上將，也叫我有關的。所以王國書係客家人提早做太官。所以講係客家人提早在計量時危險時代，在呢種族群之中，哎呀，一個非常特殊嘅位置啦哈。當然，佢嘅講係呢個都睇到，睇好像話有聽到嘅講法啦哈。呢就係佢做前嘅算係一段故事咧。佢時態發展到後尾，頭下何先生有提到，頭個有萬元國費啊，萬元國費嘅一種突破，係一個民主化過程。實際上係客家嘅政治人物也參與非常多，後面做來建議到客家群動態兩個部分呢，就有關兩個威權體制嘅兩個突破。喺本老師講，也萬人的也王國書下台以後就揾佢倪文雅做嘅倪文雅做家裏面都提拍萬人啦，同樣係客家人劉發財，佢冇啲劉發財，佢200時間家，佢台冇啲帶頭嘅人嗬，佢當時要被捉起，捉起後邊呢，入面呢花500萬可以報出來，也佢事件呢，後邊嘅中央研究院呢個。歷史研究所嘅史學基教授佢寫一個，當時佢發500萬，佢500萬提不有400萬啦哈，為了報記，咁拿到加一錢嘅人可以買呢個口煙粉，佢保安司令部嘅參謀長，佢係叫我客家人哈，口煙粉係不做美國語嘅哈，所以劉發財呢，佢本來做某啲叫做扶風翻譯嘅人嘅哈，佢本來有機會做院長嘅，佢本來提示一家革命黨嘅提報員先某啲院長。但是香港嘅資料，喺邊拿到28個筆款都講，一陣人200時間有前科，喺邊都聽他擋下來。但係喺邊要同28化解，所以喺邊呢，王國書下台以後，倪文雅做院長，那咪呀，劉發財佢就做副院長，到前後邊差唔多，威權時代要結束以前哈，幾年以後嘅哈，劉發財佢做過。差不多冇多1年嘅立法院院長，但是佢後尾佢嘅盲人講嘅自動退職條例盲通過以前佢都退職咧，一點都是講一以留下典範啦嗬。就講在個網友法庭規定，聽說退下來嘅萬年國會嘅佢先退啊，佢都先退啊，佢都依面講。我也是台高鐵的問人嘅，係不可能問人就可能一旦外省人哋做咪，叫我媽名也名係相當，叫做你喺呢塊演地方嘅生態啦，唔過你頭講到劉發財，你再想到講啦，也冇呢個地方派內嘅一粒部分，後面一粒部分要落問大家睇一下。因為苗栗縣以前土種苗係一隻太新竹縣哈，特別日本時代新竹族，日本時代新竹族哈，新竹市，後邊呢革命黨政府來以後呢哈，仲要有新竹市嗰邊的新竹縣，那沒有新竹市同樣新竹縣呢，合併了又本咗土種苗3縣，土種苗3縣，當時嘅縣嘅太新竹縣家呢，縣嘅參議員。加縣同埋人啦，縣林偉強、劉發財、吳鳳山，吳鳳山做呀500鄉嘅阿伯，吳鳳山，那咪喺邊做土種苗
本烟嘛，本烟加有两种讲法，有啲人咪讲啊吼，本两烟咗吼，有乜嘢你頭前係為嘅，先做頭前咩？以北我哋頭煙煙，以南我哋先做煙，冇係苗栗煙啦嗬。但係家療法上人咪講，一下苗栗煙哦，係西煙下個太不一樣。人咪講苗栗，有客家人嘅苗栗煙，西煙客家佬嘅先做為主嘅，開六橋對對，因為講有得客家煙啦。當時王允杰嘛，家己做太行中煙嘅議長，其實王允杰也贊成兩煙啦，你發出來贊成三煙啦。但是後尾政府結構三煙嘛，但你發出來佢都想佢建議佢都排些線咩？所以天嘅煙狀係劉發出來都支持嘅劉天貴，劉天貴亦做個班山，佢家己做行政嘅防衛司令嚇。王允杰呢都流亡日本呢，佢同一500鄉嘅。嘅天一8五風氣，呢把時間過時呢啦嗬，佢當時係同班同學，所以但係苗栗煙狀選舉呢，特別選舉係樣呢，人講嘅多數決，跟住講特別投票，你冇過半數哦，你天一輪投票，所以天一輪投票嘅王允杰贏，但是冇過半數，天一多投票家呢，劉天貴贏，有過半數贏，但是呢，家劉天貴呢，本日王允杰過關。那還有軍人的身份，結果3年就下台，所以變咗個王允杰也同劉天貴2、3年，體檢驗狀都冇做到，所以體檢驗狀咪你現在喺乜布線，布線都前後尾喺東京體態嘅賴順成，同一京都體態李柏平嘅款嗬，喺乜賴順成做驗狀，賴順成算王牌，所以苗栗開始係精神的王牌之爭。但賴順成佢唔想連任，天一屆咧，國民黨提名劉天貴，劉天貴就對劉派，劉天貴做2屆完了以後呢，不能劉派才上去做嘅嗬，但你家下講個將300餘意見咩？咁另外也有個國派因為講，派內論證啦，因為講王派過一不劉天貴做2派劉派咩？因當我嚟揾王派，所以第4屆都整收。一林美強啦，林美強家都喺台灣銀行嘅總經理，跟台灣銀行嘅董事長係陳面秀，係陳慈秀嘅老大，可能係有咁嘅關係啦。所以苗栗王良派係咁嘅開始嘅。講到呢邊吼，我可能聊老觀眾朋友補充一下我自己嘅想法啦吼。之所以有法度本樣嘅所謂派內輪流之爭，係因為嗰兩時係喺在危險時代，係國民黨一黨脫胎嘅時間，國民黨佢借天用嘅嘅方式來收攏地方嘅派內，將有安陽縣嘅嘅啦縣安陽縣嘅狀況，故說簡單講有選舉嘅形式。唔過實際上個並唔係正經嘅民主。冇。好，我想你嘅話，我了介紹一下。因為佢好控制嗬，好控制。我也暫時來控制人流派啊、黃派啊嗬。就算投煙樣啊，我成本好多人做2屆，客家人做2屆啊。所以我也講到，天嘅投煙狀選舉家，一幾年嚟嘛？嗬，家有啲客家人有啲7年，也用談嘅，好多有啲7重疊。天都選家兩個都冇過半數。你話好多人選，客家人選客家人。現在不用決戰的嘛？決戰攪拌3鄉都要復興去，原住民結果7重疊嗬，佢都要攪拌3鄉嗬，拿到全國票。7年拿到幾百票嘅，7年係輸到原住民啊。你說個台灣當港府加實施民主政治家，咁好多人同客家人係對啲動力開嘅時間。但是也吞化佢哋，錯。如果人回頭看呢啲歷史啊，就看到台灣嘅進步啦，嗬。對過去一黨脫胎控制地方派呢，還有充權之間互相嘅一種冇聲音，係一種嚇冇良性嘅競爭嘅關係，慢慢地變到個人追求民主價值嘅時，呢度東西終於出來進步嚟啦，嗬。馬上呢一趟人成功到呢邊有很多精彩嘅故事，等下下一趟再請何來明先生同大家分享。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日有請到何來明先生同大家分享呢一本書嗬，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頭下我聽呢個學生嘅分享有一個學習到一點啦嗬。昨晚過去談台灣客家政治，係你講呢個政治人物，我講人。
讲那个年纪做过马来西亚的经过，下手转到土地去，想到了只行政区域的麻烦，所以说也影响到了只政治的生态。台湾你提到讲新族头个有个爱分3烟，还是2烟那种争论嘛。当然俩大家关系就分做3烟，然后甚至头研也升格变成头研师哦，嘛像那个影响也熬蛮大了哈。台湾你提到讲那个选举的时间有讲到苗栗嘅那个地方派内嘛，既然头研嘅部分，事实上你提到族群嘅一粒头研的派内冇人样子，头研的族群吼，我讲吼。天天一个起床的好多人嘛吼，所以革命党就第3届佢都提名啊省议员，或者庄丰县，佢就做院长。但那呀庄丰县客家也是东强促成呀好多人的一个议员反弹哦。咁吼庄丰县当天想同县政府使咗总力进来哦。咁地方传样呢，头先闹到民客闹得很厉害吼。就去分开了，一到头烟烟，一到总浪烟，嘛。所以因为庄丰县有按同因为同好多人攞唔得，所以革命党因为按没办法，所以第4届家呢，庄丰县都冇被连任嘛，派几多省政府做领务处长，咁就提唔是提派满人的嘛，提拨当时的做个议长做个议员的个嘛。就500雄的阿爸吴凤林嘛，就整社会几多县，所以通过进选。就你讲吴凤林，你做完后咩？那个一般院长做一届，做2届咩？那你怎么做一届呢？因为民客论证嘛，因为其中的2届咩，做风险行业，个吴凤林行业。往好多年的，所以他下台。迄按下台诶。好像人家讲到那个吴家吼，因为係头演人啊，对。主要对吳家嘅歷史，還有主要因為幾到台灣嘅政治確實幾拖延下來，影響非常大啦吼。後面再對吳家嘅故事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尤其佢非常特別係，事實上佢喺烏卡都有人對200嘅時間，蘇南澤，唔過後來佢老國民黨嘅關係暗滅。甚至講做過黨主席，有隻頭研吳家嘅故事，係咪老太講？頭研吳家來講，500雄嘅夾工吼，有種白嚟來吼，但他講嘢黑啲做前3得來，先睇做吳鳳生吼做醫生，第2做吳鳳琪，劉邦日本突發別，第3做吳鳳年做500雄嘅阿爸呀，3得黑出世，應該出得嘅係5得落台啦吼，吳鳳生呢佢係。台灣光復以後，佢做地級生產議員。我當時也有選過國台代表，佢係睇行政院嘅，佢係同頭份嘅莊志斌啊，嘅張典華嘅家屬啊，對嘛，一個台北議員畢業，一個台北師範畢業。當時就建議台灣兩大好高，一個師範，一個以後有得對嘛，結果就吳鳳生都贏嘅，吳鳳生贏冇叫呢，加落台吳鳳琪呢，就200家。1977年嘅時間，因為吳鳳琪法官咪吼，當時我被講謀殺的原因有2種講法，一種聽講佢一直做法官家下，伊聽講有判伊個案呢，判到也講嘅伊個阿邊個本人吼難產屍體，亦但係佢因為佢有醫療疏忽吼，但是吳鳳琪因為唔係安尼，聽講有人本外省人家人報復，一種講法。另外一談過同意嘅，另外一啲警察的事件有關嘅啦，有啲歷史一難評論啦嗬。但係吳鳳，所以講吳家就行兩條路線。當時有吳鳳琪是吳鳳琪的家嘅吳鳳生呢，家佢則嘅中間係太多問題嘅咩？吳鳳生佢都南京政府嘅係冇28，亞落台出樣事嘅，攞下調查出來，係有要求，但是28係調查冇調查出來啦，所以後邊咧革命政府再來台灣以後咧，一要安撫呀，也吳家，所以吳鳳琪嘅本人就被安排到一隻學校做校長，家政學校做校長，但是佢慢慢而家要重用也吳家，吳鳳生咧，喺不如佢做乜呢？三門水庫哈，現嘅主任委員哦，佢做三門水庫主任，嗰陣面佢要提拍入吳鳳琪嗬，唔係吳鳳年做院長，吳鳳年。等你講做2年咪得別做2年，馬上就批拍入來500用做院長，但做2年馬上要幫佢做公賣處長，所以一出來就要栽培500用呀啦。但另外一個出嚟就唔夾行兩條路線啦，家嘅
假如五峰什麼後台有啲咩嘅乜嘅叫吳運動啊的吼，佢同民進黨關係咪當好啊？佢做過議員咩？佢還做過嘅民進黨時代無聯手大使咩？吼，佢都喺台灣講嘛加入 WTO 嘅貢獻嘅動態啊！吼，所以講一吳家實在有行量變路啦！吼，嗰另外嚟講咧，吳伯雄啊！吼，佢演狀下任家哦，聽講啦！吼，當時咧。夾8個來，沒有人爭取國民黨提名，現狀。通過吳伯雄無支持，也支持也歐憲義啦。通過夾8個來有多少講？你當然嘅根本樣協調係唔掂啦，可能當時可能有啲提名可能也唔係吳伯雄做嚟主頭嘅啦，可能也幾大黨協調樣。但係夾8憲義做歐憲義嘅書本也犧牲了，都做成重大事件，也做成個人頭演演，親身行上黨嘅政治一個演。陶演演係聽做行上黨嘅政治一個演吼，我想台灣提到兩隻演講獻祭時間，犧牲了歐憲義幾隻關鍵，還有做因為國民黨做票不贏，做到，冇辦法。一個民眾牽起來咧，保衛啊警察囂張，有一個重大事件啦吼。啊，實際上因為重大事件之後，當然犧牲了後來做。流亡到外國，啊，不過台灣本地係咧有非常多人對一個民主嘅運動係咧以所謂黨外嘅形式係咧有非常多嘅期待吼。我想在呢邊係咪亞洲嚟聽，因為好像電影採訪過澳門多年吼，像桃園嘅梅田潮，其他台灣所講嘅政治人物完全冇溝用，頭先係全部在嗰個黨國體制底下，然後嘅黨政治結合。嘅政治人物嘛，不過人家有人硬講做對抗者，佢用做一個政治嘅工作，後面人家就講一下你所提嘅梅田潮。哦，梅田潮老實講，我前年也有啲幸運啦，前年加夫人啊，仲經費啊，要擺當嚟下呀，梅田潮嘅肥肉啊，我都渡過嘅後台啦，嗬。所以梅田潮嘅生意係一隻。十分聰明、十分有正義感嘅人，其實嘛講係喺渡過嘅後台咯。因為而家講，因為講佢講夾胎啊，夾胎都特別都當好渡橋嗬，渡橋渡到甚至安部啊，仲有係你渡橋，做半價嗬，半價公胎啊，逐出家門啊，嗬，所以但係夾阿胎咧當政治，係咪穿嚟一當到身家，賣當我田，賣當我山嘅啦。夾本嚟夾內家哦，佢都記錄堂啦，夾人哋同學嘅記錄堂。記錄堂都佢後尾記得也夾胎呢，佢都講我另創一個堂，叫後山堂啦，所以變咗講我冇再冇見阿公婆，但是我應該做阿公婆嚟拜啦，同阿爸離別苗頭啦，所以以前就因為講阿太喺渡過啦，個夾公唔係渡。但係夾爸要渡橋，夾爸要跳渡，夾爸做老師咩？夾爸渡都冇辦法好渡，佢把連誰冇人拿去賣，結果夾爸做先生，佢把下士哦，下士做個拿做麻將桌啦，就阿爸叫我阿太渡冇太，阿公咩阿爸咩冇渡埋，嗌渡千太，因為阿爸同阿娘喺度天朝，做一顛覆朝廷啊！你不講日本時代咩？因為夾爸打過日本人，夾爸呢。上公所做，同上公所日本人做得水嘅哦，上大冇封日本人嘅錯噶啦，所以夾爸當時咩變到嘛後量啊嚇，一做你嘛嚇，所以以前就從細佢都要反抗有威權嘅心態。我後尾佢呢，佢十分聰明，佢初中間佢考到新竹縣中。我也考到移民中哈，他講你媽讀新竹縣中還有名沒有？都嘛讀喺10年移民，但係移民中嘅高中加高中按照主升起啊。聊大差下，幾兩時移民中學係在桃園。到桃園辦到對，所以也總那個上高咗喺啦，有啲。加因為移民中學當通高嘅高中嘅主升起，新中驗體嘅嚴重。像接觸好多學生，因為以前就第一名考日語名，第二名係乜嘢？就戲劇連，做個台發揮嘅嚴重，一定要大家簽優秀。所以那個，佢都同阿梅田就講，你通下口教3年免費啦，好多係口教唔是錢啦，夾擺手看苦咩嗬，都別通啊。但是佢出國嘅先生呢，
有200先生吼，佢挺欣赏的。伊在學你搖筋，搖筋吼，搖筋，佢嘅教務主任，伊在歷史時陣，王憲忠吼，兩個都加先生。後尾呢，佢初中畢業，考到成功中學咪吼。哦，有意咧吼，佢學好誒，佢都火車站可能佢封榜，特別。衝殺嘅衝殺佢點樣封榜？槍決名單。結果兩個老師被衝殺，伊啲搖筋咧王憲忠，家己嚇到，就講又罵個政府，一下兩岸我先生，我叫我去廢鐵被衝殺，嗰時大家都成功咗後尾，我經過特別軍法所、看守所，最後來飯店，佢經過嘅咩？家己都維權都當輕，嗰南面咧家張劍嘅咧，佢要成立糾結團，糾結團咧樣板好搞做成功組合，成功組合搞咗潘正橋啦，伊都一開始係也雷霆就講，伊當總，伊看伊向下來先較乖，伊做種子部隊樣啊，都是都來帶動全班學生啊咩，結果伊訓練咗來，伊講哎呀，度揀個糾結團咯，一同學全部小兒講，而家向下來睇廣告哦，伊參加啦，把幾啲官方係啦冇啦，伊啦，結果雷霆就變一激怒去，結果。都簽到冇一宣誓噶，全班同學都去嘅，做佢冇去呢。一邊出去都唔可以啊。後尾咧，我咪要反骨。學校都哪有冇反骨講？見傾又冇硬講，你按你見住張劍嘅咩？見嘅總統嘅拉嘢咩？嗬，冇都係唔轉學，看到轉新竹中學，冇都轉經嘅中學，冇都樣。後尾佢看埋啦，佢看嘅太學聯考嘅制度，結果高二。沒做了考大學，但是只有10%的，因為以牙長度來考到大學。錯，每天做了個反骨，確實對佢4年嘅時都看得出來。所以假使佢都同加班到現在如果也拉咗的，所以佢家己都對佢哈，當你做條短褲啊，都一夾普信嘅，我真係做，睇下落去不數點嘅，你話？好，呢個精彩嘅故事哦，下一堂當個老大家詳細的分享，大家先學可以哈。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日節目現場有請到何來明先生，老大家分享有關客家在台灣政治嘅發展啦，嗬。另外焦點比方在威權時代有特殊嘅政治人物，相對於老一個政權結合嘅一個政治人物之外，也有反對嘅一個人物，他提到一個魏廷朝嘅故事，希望聊聊嘛有講說嗬，他提到講佢細年嘅時節、後生嘅時節，就澳門有一個反抗嘅精神，後來就因為一個不服從，後來都轉學，後來就拖嚟一個太太，高中2年生就跳級考上去啦，嗬。後來一個故事嘅部分還沒聽，好像過來佢都補充。因為那天就也十分聰明，所以而家講佢都高二小學界佢讀書，但係都係做運動嗬，做短褲，他講也當然。因為我嘅聲音就讀書讀8點嘛，哈，但是其實慢慢地讀啊，結果佢去救命，佢都好多太太反面類哈，所以佢因為佢日文當好，佢日文雖然佢讀2年，但係夾8都夾清好日文先生，所以佢雖然寫好啦讀2年日文，所以佢都大半佢都於圖書館做共讀生，佢看清到日本嘅書，日本當道嘅日本嘅政治家，反對黨嘅書嘅看當道，其實因為個亞老師讓我按才過哈，所以因為台灣按你台灣下也沒辦法，所以後尾其實我同車崇明同彭明下台灣持久宣言，因為講，因為佢左邊家己知道講，反骨態度根本冇希望嘅，因為講喺台灣啊根本冇電流嘅線嘅咩，我冇按你制空權嘅邊樣嘅咩，嗰1954年嘅中美防疫條約佢都本防疫你根本冇本攻打擊邊，因為講喺台灣老師話，你講家冇講。以台灣的名義干一點，還有個從邊的結構吧，台灣冇前途。佢當時係有唐家花，佢以台灣的趨勢來講，係你兩個中間係有可能性。但是佢當時嘅看法原因咪個做法嘅嘢，所以後尾佢對於錯浪嘅咩？錯浪叫老師先標，標後尾咧，後尾叫老師寫咗
要作你作佢入去作佢每天早要同佢谢聪明容易加上理哦，把你几下年以后好不容易表出来，同庄庆去结婚咧。你想冇头冇路，你每日都插制作，冇想到又做一管哦。但是因为因为下家肥料啊，汤家多年以前人家报道电台也有人单还有汤哦，其实它是一张当关心要基层沙飞的人，实在也没抬头分子啊。其实在是一个左派，理想性主义，其实是在后人，佢唔是要搞政治，佢先立法委员清过表东西，佢要扣薪咯。佢中那个票啊，竟然输不好多人啊！佢当时被佢们冇东西，因为得出细心了没有关系，因为当时细心了，佢争取给民进党的总统提名，哦，咁李天朝呢，佢指使嘅老师。给旁边们，吼，可能多少要得出来细心了。中国也有对也有叫做派呢，下你讲对竞争的问题啦。不过总共来讲，从魏廷和先生在台湾也个民主化运动的过程中，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动天屁，因为下汤家肥料汤2-3当年哦，十分。钦比啊啥人？我想台湾嘅客家人在了解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实际上像魏廷和先生样奉献嘅人非常多，也有非常多人係一关键性嘅人物。对。係咪好先生也立部分，然後大家做一個你去家哎樣寫作你嘅看法。我最近因為我有同樣牛人去寫肥料幫出版嗬。我訪問而家其實講了一個觀點，如果喺台灣我也會有兩黨政治嗬，有50關鍵性的人物做客家人嗬，1萬人咯。李登輝國民黨主席，徐信良民進黨主席，當時嘅國民黨嘅太壯貴嘅劉太仁嗬，國民黨秘書長吳伯雄，我國民黨你發現太當兵有引起，咁就馬我原來歷史背景咯，所以1995年嘅立法委員選舉，國民黨雖然贏。但是當然85席定啲，加161席勉強過半，但係底部有主流非主流，又有反李登輝嘅，又有反劉松藩嘅嗬，所以叫講，立法委員總選舉黨結連嘅，咁新黨呢同樣，民進黨哦，一個裡面大和解咖啡，咁推出乜嘢咯？推出施明德同蔡宗翰特批選立法院副院長。第一輪投票噶，劉瓊凡嗬，同樣施明德共有81票。第二輪投票噶，劉瓊凡爭82票，施明德81票，1票這票乜嘢？係張進成嗬，民進黨嘅阿扁嘅台將，所以香港人就講喲，係不施明德怎麼個馮三軍就帶頭嚟反阿扁，可能也沒施明德同阿扁一個心結啦嗬。當時都嘛李登輝，我想講。53人做嘛會結合，係樣咯，因為加咯，民進黨哦，時常都當出去，連黨費都叫唔出，黨嘅經費有困難。時常黨想講，修改選舉罷免法，都要政黨先票做補助1票30million，都要補助安尼哦。李登輝加唔樣啦，加就說查體的立法院長都輸得到，各位嘅當時行政院長立法院通過，連戰勉強過關啦。佢講將來假使講我總統當選的假使我立法委員選手，我提出了行政院長，迄個蔡亞當冇支持我冇辦法咩，所以佢想要修憲。嗰另外嚟講，加宋楚瑜加做省長，開始加好大重要。加就應該出現了葉耀卿效應。加李登輝咪講。我也總統嘅作文有2件事要做。第一，我東省了東特區，非省。第二嚟講，也行政院長嘅同意權取消的。但是那修憲一聽有蔡亞當支持，但有辦法嘛？加嘟嘅嘛了，佢先講就想我哋黨費都即，我當嘅員工薪水我哋發唔出嚟。佢要求講，先修選舉罷免法，佢都交代呀。有引起你權力富豪，本來蔡亞當嘅犧牲了，關鍵係個啦，政黨嘅選票補助金啊，當時犧牲了，人哋本來民進黨要求1票100個人，係不講50million要太多，係不通過都30million通過，一下一選舉了，你1997年，院長犧牲了地方保衛中央，民進黨太陽，賺了咁多錢啊，黨費冇問題的，但李登輝
你记唔记得？因为讲，甲新闻界有一个名词咩？李连飞冷水论啊，许新阳的夜奔敌营啊，甲当时有引起咩别人骂讲，要拿冲日本民进党打人去搞咩？甲那李连飞讲句话，甲流亡美国的，喺台湾政治要健全，一定要两党政治。也民进党也按上要目标符合他政党的，你莫连党费连党员的薪水给我们出，按你政党没办法。其很好意，但是没想到，因为按你做以后呢，初审宋楚瑜太反弹。因为讲东审就是非宋嘛哈，所以宋楚瑜还把你人也总统选而家挑出来，佢唔可以同连在合，所以佢唔當分裂，阿變提做震動係安尼哦。一50關鍵性嘅人做客家人。好像你講了他吼，我係一個感想啦吼。如果你台灣嘅民主，還是講台灣嘅政治行到了哈，當然睇睇我看下嘅台面當個嘅人物，啊不過呢地度係有非常多係攞人性有關係嘅。另外還有就講所謂嘅高溫，係你講折衝，呢種哎用非常複雜嘅一個動態的過程，然後講起來邊度講，台灣嘅民主公司來行到近邊有啲啦，慢慢有啲啦養成，慢慢有啲嘅政黨政治嘅形成，確實也冇容易，當然佢不完美，還有非常多本事都來改進嘅地方，不過。參加過程中，確實主要按到一客家人也有參與其中啦。唔管大家嘅講係你講，唔過何先生呢本書都提供聽到嘅線索哈，俾大家來了解。我想節目程度最尾一些咧哈，係咪？好像你這樣嚟大家分享，就講你下呢本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啊，你去個參加過程中，你有乜個印象較深？係你講感覺有乜較困難，係你有乜較神奇嘅事情，都要大家分享冇？當然一度一神奇啦，一度，我都講。你讀到讓人抗議嘅冇？冇抗議冇啦，但是我要寫到也拍攝恐怖啊！我要寫到鄭永賢嘛哈，鄭永賢做過總統府嘅執政顧問嘛哈，也很彩啊！以前的共產黨人台灣親好的兩黨人客家人，結果見到，但是因為佢當時呢，因為夾子啊，加本嘅同仇症狀，小權嘢我露台咩？去到也小權嘢話講叫窩藏飛碟咩？因為佢記錯。就小權嘢差唔多60年也都被衝殺嘅哦。所以我當時我一本書先至發表俾我都搞動態，我先發表俾我本人報名咩？就有人調咗多落嚟嗬，這個同調查站咧調查局長嘅名也報名落去，嗰日鄭永賢嘅名也報落去，我當時哎呀，記唔到當警長嘅啫。今日鄭永賢冇錯，對我不是抗議啊，因為開始同仇症狀咩哦，係想幾多時來，一號又新聞加出啦嗬，嗰調查局長我嚟咩當好啊，因為窮下係咪嗬，結果冇來，當時冇喺來哦，一路係得精彩啊，所以要寫書，因為寫書點解一多人唔敢寫，冇講到嘅，從爆發嚟個小年費。小年份他係講係嘅民進黨嘅屏東縣嘅人咯，但係你哋要佢同獎金嘅錢嗬，所以做乜咧民進黨事件，大家別作從別關，但係小年份上面就不用睇，因為佢同獎金嘅關啦，因為小年佢唔講數年化呢，佢曾經代表獎金嘅佢數年同家冇用做乜㗎，所以見過聽小片嗬，一件事情係蒙過呀。也修點回來修自尊，給他金子黨講，有案的師生，所以懂多事情哈，就是你們有時他一面哈，對，有樣，感謝好像今日老太精彩嘅分享哈，我希望今日的 TP 介紹最兩本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也感謝何先生老人大家分享很多嘅故事，很多嘅故事真係一點唔同講唔晒，大家去家來看書。講啊，因為講失敗會講唔完哈，但是一本書合盤31萬字哈。搶讀者多多同埋關心，同埋批評指教，按住先，謝謝。謝什麼觀眾朋友嘅收看，下禮拜再繼續來收看真相同埋嘅節目，什麼大家。